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庆仁。今仔日来关心立法院，立法院敢是找1025无理法，总是唔通搁再拼死活，但是爱对倒位先落手，敢是爱执政党这边开始一声请。今仔日咱好好来讨论。 来，首先介绍咱现场的一个来宾，头一位是民主进步党立委吴丽华，时代的副部长。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沙包马格纳的，我是吴丽华。来，那么第二位是中国国民党立委贾宜宏。大家好。那么第三位是立法委员吴国昌，中和永和区的主任陈义军。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么第四位是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陈世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么首先，咱就来关心今日立法院到底进展啊如何？行政院长杜英台到立法院来报告，报告的是总预算的追加案。不过在野党质疑讲，这个预算当中有超过3成拢是本地方抬掉散地的，搁倒转来。 杜英台表示，这是考虑到地方政府甲各部会的需求，希望朝野会当好好沟通来协商。追加预算税出追加878亿元，将以原预算收支剩余予以弥平。行政院长杜英台带领主计甲财政相关部会首长，针对114年度总预算追加案报告。不过，南亚立委不满，在878亿当中，竟然包括2届立委罢免案甲公投的15亿。当时我们就说嘛，你们搞一个罢免，用的就是2倍金，是救命钱。好，你们现在害怕了，来追加预算。纳税人有让你们搞大罢免吗？罢免是公民所发动的，公投是立法院所发动的，在行政机关看起来都是一样。在野党质疑讲，进前这篇效果无好的预算有抬调，不过去预算中心调查发现讲，即马搁变倒转来，而且有甲132亿外，等于是要一半的部会预算搁变转来比率超过3成。比如说内政部，它的回编率高达90%以上。不说我们把房屋租金删掉了。 有回编回来吗？如果我们论删，请问为什么这些预算书里面没有编回来？为什么没有？你要不要道歉？报告委员，如果是因为冻结而误戳为删除，那这一点我表示道歉，并不是造谣。确实有一些是删除，确实有很多是删除的。你很有可能是中华民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违宪，而且一直违法，不愿意好好编列、依法编列预算的行政院长。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行政机关认为有违宪之余，送请大法官解释，申请暂时处分，这是宪法赋给我们的权利跟责任。杜英台强调讲，预算搁变倒转来是为了争取机会，互立法院了解各部会困难。强调顶一代大幅度台中央的总预算，已经互政府施政的量能真恶预期。114年是审查总预算史上最混乱、删减最多、冻结最严格，这是史上未见。 民进党甲朝野的政党发声，希望爱展现理性，不过若要坚持，就要严格审查，避免偷渡。行政院讲，追加预算未增加债务，嘛呼吁两院应该爱有良性的互动。记者综合报道。如果你若规工无用头来看立法院的互动哦，你睇下看这条新闻段，你会感觉讲立法院内面气氛较好哦。现场有2位立法委员吼，我小咱来问因2位啦。不过吼，咱是真心期待会当好好做代志哦，互院长会当好好做代志，而且立法委员会当尽情来发挥哦。不过咱先来看这张图表，115年的年度中央总预算内面，咱来看到哦，随个国民党这个立委的批评哦，这个柯武真啊。 柯武丁啊，伊就讲啊，讲行政院无汲取教训，行动挑战国会啦。114年度总预算无依法来编列着原住民禁法补偿法定支出，被立法院啊来退回。所以咱委员当来解说一下吼。
行政院你看到，行政院吼当场就讲，因为阮认为吼有一寡物件可能有危险，爱来实现，但是我咧即摆向外法庭都无法度开啊，这是要安怎用？吼，这头一个，是安尼要直接要吐落去吗？这是一个。第二个，这市卡因嘛，伊就讲啊，行政院用再违法来绑架地方政府，无要互小学生啉水、吹冷气、用电，地方妈妈群组拢逼顶但是行政院的讲法是讲，你若爸咧收这个再违法无沟通，地方你今年的这个年度的这个预算明年的预算加超几趴呢？加超我知影超58%吧，超加58%。相对的你输油小等这贾委员会当讲者，伊马上要进出中华关的大位伊会当好好来解说。我首先来请下一代委员来讲。是。就禁罚补偿的部分吗？是。好，我这样子说其实过去禁罚补偿，它从105年发放以来，其实它都是从预算跟重发基金里面呢去做一个对半的一个分配。重发基金的对综合发展基金、原住民综合发展基金，那从105年发放都是如此。那这个呢也是有依据，因为有主计总处的一个函释。但是呢，我们在这几年当中有发现，原住民综合发展基金基本上它要做的事情非常的多，包括可能盖房子的贷款等等，它要做的事很多。所以呢，自从105年每一年10几亿、20几亿，逐年越来越高的时候，一年一年从综合发展基金里面抽走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原本它的重发基金的水库的水准水位应该要100亿。结果呢，越降越低，越降越低，没钱就没怕打。对，大家就紧张了。可是呢，主计总处他总是说不用担心，因为基金的水库是100亿，不足的时候自动会补进来。但是很多人对于这样的说法他不接受，他觉得说你一定要把禁罚补偿金独立的来去编预算，不应该去动用重发基金来用。所以呢，大家其实不是发不出来，而是这个钱到底要怎么编。其实大家在吵的是这件事情，可是对老百姓来讲，他只在意到底最后钱会不会入账。对他，但是在这个当中，当然有很多的政治操作，我们就不予置评。可是至少在这样的一个争执当中，最后坐下来协商，有写下协商结论，那行政院就同意说没关系。那我们就用追加预算来补足。那现在呢，也确实做了这件事情，所以我想最快应该今年的9月底就会有一些族人，因为报送名册快的县市，应该9月底就会有显示开始就是拨款会进来。对这个案例我听起来你有感觉安尼？你安尼连冤家都冤输人，而且民主也失，对啊，内面你的选票嘛失去，去用公家安尼。是的，像我就非常的伤心。你就真伤啊！对我很伤，我确实很伤，因为这个是我从110年那个时候没有别的委员关心，因为大家都觉得禁罚补偿金不可能再增加，但是我不是因为要让大家经费增加，最主要的原因是农业部我们的奖励造梨金它已经提高了，所以如果你没有禁罚补偿跟着提高，大家到最后像奖励造林的新政策9月也颁布了，那到时候大家都会去砍树造林，所以我才会说，既然奖励造林金提高，那是林保署的，你原民会的禁罚补偿金也应该提高，一直到112年的9月，其实呢，陈建仁院长那个时候他已经有交办说，他有听进去，我在咨询台上那个影片都有。他有交办原民会去研议要提高，那只是说在新的113年2月大家进来，那就有这样的一个攻防。所以我要讲的是说，行政院动作太慢。其实我看到很多为什么会步入到违宪，
就是在攻防的过程中，行政院的动作太慢，所以呢就会造成说最后你钱也花了，但是呢完全没有得分。你连米也失去，啊，连夫人啊嫁村的落去，就是这个样子。哦，所以今年年度的这个预算哦，恁就知影讲哦，今年要安怎处理啊？啊，再来焦委员，我你来讲，这是地方预算啦，恁的市卡心同事啊讲，恁财委法有影啊，就满年度的吼，你地方加58%呢。你中华官不多不少啊，加足侪钱哦。啊，毋过你嘛爱看讲哦，每一个县市的财政无相像啊，对无？啊，像阮中华官毋是算善官哦，是善官，你爱讲人数来比，哈，啊，你爱讲用人数，你爱讲用人数来比，也是安那？咱嘛无法度甲，啊，搁有阮县府啊，搁欠钱欠足济呢。对无？伊迄阵借钱个借足济。所以你今年无法度像新北市安尼分一人分4万外。伊哪有要分啊？哦，无啦吼。系啊，这嘛袂使黑白讲，伊若无要分钱啊，我相信啊，伊嘛人数足济，新北市的人口数嘛较济。无来，咱论真来讲，这财委法安尼对你是有利啊，不利啊？啊，你讲地方若要建设，钱嘛是无。即摆行政院咧政治的。论点就是讲，你钱甲我摕去，你要办代志呢。啊，但是即马拢还未开始讲起呢。对，啊，因无讲吧？是咪？因无讲，是因无讲，还是恁无举手讲？你都爱找我来讲，到底是我头一开始我就问讲，是爱对倒位先落手，是爱因即种拢来爱啥子落落请，还是讲爱安怎？啊，因为这大罢免。我讲实在，大家嘛会感觉我看迄即阵的气氛，佫足歹的呢。啊，人佫感觉讲，即个罢免的过程当中，大家拢受伤足大的啊。无，我看委员你也无受伤啊，你 OK 啊，你规章好好啊。啊，毋过就是即个部分，大家个意讲，3亿算3足济，安那是安那，啊，伊嘛是希望讲。啊，行政院会使讲，这部分是因爱补的，还是啥物的部分爱讲的，讲好势。爱要对倒开始讲起啊？你认为啦？我认为啊。好。我认为是讲爱挂钟雕，哦，排一下迄个金条，排喺身躯安尼，爱来请罪，还是爱安怎处理？还是讲大总统爱以党主席来邀请因头家甲主席到底来讲，顶解有请一届对无？顶解无成啊？顶解无成啊？顶解无成？无成啊！啊，你意思就讲爱去请一摆？对啊，去请一摆看会成无？三请诸葛孔明。啊，顶解本来大家拢会谈嘛，对无？啊，中有诶。所以你认为也是有这世界有通啊拍开的可能？啊，咱甲对咱有意见的人拢会使谈啊，啊，为什么家己国内袂使谈的？对无？贾委员，那互你来做干事长安那？你要选去啊，所以你无用就对啦。来，陈主任来，请。我即马咧想讲吼，讲实在话，甲我主持人讲的讲，要为地开始谈起。其实讲实在话，咱为民生开始谈起，这是上有可能，嘛是大家上在乎的代志。啊，财委法是毋是算民生？民生，这袂当啉水、吹冷气、用电。财委法这个代志吼，咱讲过顿来个讲，今仔日郭国文委员，伊其实嘛有讲，其实财法法，民进党伫在野时阵，伊嘛提出过，财法法这个代志，其实毋是讲在野即马咧。国民党甲民众党即摆来讲尔，毋是，其实民进党伫在野的时阵嘛讲过，所以关于这款的吼，大家会使来讲，这款的法案到底要安怎提，要安怎讲，其实是会使讲的。问题是伫顶个会议甲顶会议，即摆进前的气氛较歹嘛，吼，只要是国民党提，民众党提，民进党就是讲歪，所以今仔日国文。委员家己嘛讲，其实讲实在话，对一寡民生的议题，不管是
民进党不管是行政院、行政院，其实大家拢会使坐落来讲，大家有家己的版本嘛，啊，看一个版本较好，对一个条文较好，这个是一个开始。因为进前的气氛是，那反对行政院卖提，民进党嘛是卖提，咱个表决，咱个去立法院内底。主任，我甲你请教一下，你睇安尼一番讲法的意思是讲，如果若是瓜总雕来甲恁兜的头家，甲你2.0主席小拜托的，安尼恁主席会点头要出来讲。我要讲一个趣味的代志，昨伫个立法院内底，朝野一致和谐，推举我们的瓜总召柯总召去做主席，大家伫下会拍破啊！这个是一个开始，讲实在话，这是一个开始。其实咱讲实在话，咱民拢会看。甲我讲的，不管是政法补偿，甲我讲的不管是财化法。我不管讲的是怎么总预算的问题，其实这拢是人民的纳税钱，这拢是人民的钱。人民的纳税钱吼，唔是袂当开，一定爱开。只是咱爱开伫人民有感受的所在，互人民感觉这真正有建设，这真正对国家会好，对我会好。所以讲到倒来，即马其实执政党咱的行政院，伊若是提出一寡咱感觉会使接受的物件。这个会使来讲，阮若讲袂纯正，阮若讲无道理，人民嘛会对阮反感吗？所以对讲实在话啦，立法委员、行政院拢是要对人民来负责。所以讲实在话，咱嘛是提出好的物件，拢会使讲啊。歹势，我拜托你停一下吼，我甲你请教吼。他拄仔贾委员讲，说对外口来当来谈判啊，是毋是？那是安那家己人袂当来讲吼。你感觉民众党已经有这准备讲，有准备好啊？其实民众党吼，这一开始一直以来拢想要来，一直以来拢有开大门，互大家来讲。伫咧去年一开始的时阵，立法院咧就咧都上任进前，其实一阵阮柯主席搁伫的时阵，搁开大门，大家来拜访，大家来讲。但你大家要民心议题要为虾米开始，拢会使讲。其实阮的门一直拢是开的，阮嘛一直呼吁讲。即种讲，咱莫安尼遮尼，安尼小搭家啊，安尼对民生来讲，其实嘛拢无帮助。只是讲正经的态度，行政院一个是无爱，个是复议，主任，这当代表民众党的态度吗？我讲实在话啊，对阮来讲，民生若好，这一定是上头前的。所以啥阮杀法案，顶工我嘛讲过嘛，甲主持人报告过嘛，阮要杀法案嘛是以民众为主的法案，对啊。是，来陈老师，你。三位拢讲啊，即摆看起来拢敢若球拢爱等吼，执政党爱先来弄门2.0来拜托，是安尼吗？还是讲，大家拢会记起过去这当半来的这种种种吼，我足气的。啊，你看迄个咧质询的时阵吼，有的委员咧看，你就知影讲伊个气还佫低的吼，这要安怎透？不，质询安尼，我是感觉。真正常啦，我是以前立法院拢是安尼啦，我是感觉无啥物安怎啦，吼。啊，就像讲拄啊，党主任讲的嘛，钱拢是纳税人交的钱，大家拢希望讲为了人民好，为了台湾好，为了咱国家好，吼。啊，既然你讲啊，到底过去是啥人无想要沟通，然后无想要好好来坐落来大家来谈判，我是感觉无讲迄过去代志无意义啦，吼。这样毕竟选举结束啊嘛，吼，过一年3个月就要地方的选举啊嘛。咱这样开始，咱就好好吼，将每一个党伊的政策、伊的立场，和人民讲较清楚，吼。然后你要做啥物啊？大家彼此之间有啥物无同的立场的所在，那大家讲清楚，吼。啊，我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哦，基本上1年3个月以后，就下人民来做一个决定嘛。老师，这刷来还佫有关税、产业的这个补助、补贴支持，还佫普发现金的这个条例、人性特别条例修正预算案，还佫有
新的军购项目，叫做防卫韧性特别条例医生。哇！我想了就读到疼咧。这嘿，我感觉应该哦，若要讲爱为追加减预算，就是开始讲，因为878亿，个上紧的嘛，啊个为家了开始讲但是恁国民党抬113亿，是不是？讲抬130，抬113。33亿啦，113啦，113哦，113。啊，在野党是认为讲我有善意哦，要互你即种好啊做代志，但是我看的吼，那个认真的斟酌啊对，就是爱教育的艺术行呢。啊，这敢有这要安怎讲？是讲啊，无咯，初开始就选牛一个，啊，大家咧才谈好开始。对，当然希望讲大家会使协商嘛，吼。啊，这样真明显的1年半年过来，还是朝野之间协商有足侪问题的所在，吼，无讲非常的顺利，吼。啊，这到底向人责任，我是感觉这无去计较，这无意义啦。我感觉上重要是未来。迄上份那个伫个啊，见面就讲过去安尼。因为我是感觉啦，因为搁1年3个月，就谢议员嘛是要选举啊嘛。啊，选举我相信未来1年外吼，要选地方选举，啊，未来2年半要选总统大选，我相信未来2年外的时间，大家各个政党应该拢是拢为了要赢得他的执政权来考量啦。好，我相信啦，我相信应该是袂讲像讲过去1年半安尼朝野安尼降低啦。对啦，我希望安尼啦，我相信安尼。我爱先问这政党的委员吼。我委员吼，是，我他共款这个问题，878亿，因国民党抬113亿，吼，啊，但是在野党认为讲，我有要互你放手好啊做代志哦，但是我抬的其他的你就照安尼做，这是算，这恁要准煞无？还是讲无啦？我搁继续跟你拼落去。今麦态度是什么？我想这几天就是823之后，总统他也有发表他的谈话态度嘛。那包括行政院长或者是党团的干部，其实大家陆陆续续都有发表。那整个我这样听起来，包括左院长，其实大家都有提到说，未来我们调整方向就是主动出击，因为这一届真的是。经验啦，那真的是代价惨重，但是已经得到一个经验，就是看过去这1年多，我们知道太多就是要去违法违宪嘛，他就是要闯那个底线那个红线嘛，他就是要跟你挑衅嘛，那看你的能耐可以到哪里嘛。那过去以来，其实大家也有反省，发现说这样是不好不对的，因为现在也没有宪法法庭啊，累积那么多的违宪案要去释宪。那其实这个对国家来讲不是好事，所以呢，那个态度有转为说，是不是我们就是主动、积极的去协商，那听听看朝野的一些想法意见，那由我们行政院来规划，我们来买单，那怎么样做到呢？大家都能够满意。其实有往这样的一个方向走，那甚至党团也都说。就不要再去统一的讲什么撤案啊，或者是有些案子做，因为我们没有对案，就老百姓看的时候就很傻眼，因为有一些是福国利民的法案，我们不能没有对案。好，所以呢，我们也其实也在调整，说我们是不是主动去提出一些好的法案，那我们就继续的来推动。我想未来剩下的这2年半。好，那其实我们大概的定调就会维持往这个方向走。行政院长是讲，这个会期吼，伊会主动介入朝野协商。这个讲法吼，我甲阮制作人，阮在咧想讲，是过去拢无主动吗？是发生什么代志？好啦。当然啦，这个过去就过去啊，那卖讲起啊。对。不过我看你教委员你甲我赢我无甲你赢啊，我袂讲，甲你看尔，无意。我互你讲，我讲是行政院长过去因为是什么代志失决策，所以
地属着迄个先机失去了，再补甲安尼，是毋是有当避免？刷来有当佫避免？还是讲无啦？其实就是来弄门拍开啊，好好讲，安尼就可以啊。我感觉嘛是讲，自过去以来，是咪讲党团，立法院党团、民进党党团，甲行政院迄边是有无讲好的所在，还是安那？啊，所以行政院若主动要来讲的时阵，啊，立法院这边是咪民进党的党团嘛无甲伊支持，还是啥物？因为有诶是伊嘛是爱拜托党团来提出，敢有可能讲主动来协商，啊，搁有伫协商的时阵，伊有法度甲党团的总召会使好好讲，传达伊的意思，还是讲过去党团总召安尼较歹着，拢是代表行政院的意思，啊，这就是讲未来有可能会改变的所在。哦。赵委员，你讲啊真温柔，但是讲起来是敢若是国王的新衣内面迄个囡仔讲的话吼。我问陈主任是安尼吗？我感觉吼，即马人民咧目睭真正是足金的。是安怎讲吼？其实即马吼调雅合商的时阵，拢有直播，伊迄是全程有直播的。所以伫咧调雅合商的时阵，你即马提一个案出来的时阵，到底这个案大家讲的，你有理还是伊有理？这样代志其实看会足清楚的，所以进前啦，人来讲啊，咧调啊学生的时阵，拢开足侪时间，一直为进前讲到即马安尼，讲真久，拢无讲到重点。其实这是人民拢看会到的问题。即马就是看讲，咱即马咧调啊学生咧做，不管是总理上的问题，不管是即马足侪法院的问题，咱敢有法度挑经过调啊学生的时阵，来真正。行出一条路出来，这是要看大家互相的态度。啊，我要讲的，我一开始讲，人民的目睭是足金的。其实是安怎即届，不管是大罢免，还是咱的河山公投，拢差一寡的过。其实人民是会看得出来，讲咱要爱的，就是好好啊做代志，就是好好啊做代志。甲我主持人有讲到一届，讲到一个讲啊，咱这新北市是毋是要分钱这样代志？我讲实在话，人民嘛看得出来啊。你讲，阮是为着1万块去投不同意罢免的，毋讲毋是呢，我是看讲这个作乱的呢。啊，这么新北市的议员讲，我安尼若大家要钱，我就叫你分46000块出来安尼。问题是大家转去看内底内容，伊个钱安怎算出来的？伊个钱是用规个新北市的净资产，净资产是啥物意思？就是伊的办公大楼、伊的警察局，只要是伊的建物、伊的土地。拢总共合起来有7800多亿，1800多亿了后，我人民一人46000块。问题是这提案足奇怪呢，因为你安尼分了，我政府个倒啊呢，新北市政府个倒啊呢，人民嘛会看你提的物件是对还是唔对，是好还是唔好，是有理还是无理，唔是干一个钱一个所在，人民可以接受。真是一个口号。主任，我甲你请教，你认为民众党在过去1年半当中是有犯啥物错误无？讲实在话，你要讲，阮的错误就是有当时啊，阮嘛是伤过，相信大家拢会使坐落来讲，大家拢会使坐落来讲。讲实在话是，即个问题是讲，一开始阮就会甲阮的底线甲大家讲。啊，毋过阮底线讲了，无一定有招嘛，无一定大家无照这样行，只好去咱的民众党内底，去立法院内底，互去大家去相吵相冤。所以民众党这几年半来讲，讲实在话，上大就是阮无想到，阮柯主席会去用关遮久。阮柯主席其实讲实在话，司法的代志，我讲立法院内面啦。立法院内底哦。哈。我以我立场，以我来看来讲，我讲实在话，我感觉因做的代志，无讲介无唔对啊，无拢是对的啊。OK， 系啊 ，OK， 来，Dan老师，是，我是感觉啦吼，过去1年半吼，还是民进党伊的立法院的党团
比较强势了哈。我想这应该是好那行政院卓院长伊都尊重党团自主，所以有一寡其实面对讲反对党的提案。其实行政院伊嘛，伫讨论的时候，伊嘛想要提出家己的所以，民众党的这个立法委员郭国文，伊讲有人假传圣旨，这是真的啊假的？是不是真假？我知影，你要问当事人才知影啦。我应该较是因我问因的同事来看卖。较是像迄财政划分法，就像讲多社委员嘛讲过嘛，民进党以前嘛主张个无毋对。所以，今仔你讨论的，过去一年你讨论的时阵，其实嘛有一块民进党委员认为讲，你行政院你要提出你家己的版本，大家来讨论，样个可能迄种党团，立法院民进党的党团，感觉讲你国民党提啊太过夸张啊，你要安尼提，安尼互人民来看嘛，像迄普发现金嘛共款啊，普发现金还是对民进党来讲，立法院党团刚讲这是违宪，违宪这大法官会议来决定嘛，要讲你有违宪还是讲无违宪，这两个选择中间，你其实佫会使有其他选项。譬如讲，老师，譬如讲，今天就讲今仔行政院今仔做法都安尼啊，你讲你立法院你袂使讲提预算。安尼无要紧嘛，安尼，好我行政院，你真正你立法院通过，我行政院我会提特别预算嘛，我提特别预算的时阵，我会可能有排户条款安怎，你会使用这种折中的方式，来去做一个提案，有一个对案的，过去，柯建铭总统还感觉你讲，你可能就动一寡，可能行政院的对案，你可能嘛该动掉。比如讲，以可能认为讲这放在那个立法院去表决人民一定会愤怒嘛，因为刚刚这无道理，这违宪嘛，这是真啊，行政院卓院长伊刚刚讲，你未来，那你行政院行政部门，你要更加积极的去跟立法院党团协调，然后提出一个对案，然后给人民做一个清楚的交代。我刚刚这是对咱人民大家拢知影讲。各政党的立场是安怎？我感觉这嘛是好的代志啦。他早委员有讲过就是讲行政院应该提出家己版本，人民会当有比较、有选择，无你就无对案，我就唔知要安怎判断。这头一个，第二个是刷落来新的会期内面第一行政院要机制4000亿，4000亿佫无包括军人调薪，佫经销提高退户，这两项，这看法其实对，叫我机制我钱较济呢。这有通协商吗？我其实我觉得这一届的立法院也好，或者行政院也好，真的是寒冬啊，非常的辛苦。就像如果说我们假设。就像那个时候大家上街头谈的，就是不能忍受的，就是说，其实我们共同目标是要国家好，政府的机器要运转的好。所以说，我们觉得这种毁宪，然后要乱政，其实是大家在同一条船上，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那因为它的节奏非常的快，我举普发现金来讲，刚刚提到普发现金，其实行政院后来也做了。其实这个不是跟罢免有关，因为我很早以前我就有听到，但是行政院的态度就是说，大家行政立法其实要彼此尊重，但是呢，那个发球发动好像总是就是对方比较快，然后用那种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其实，在过去你看历史上出现逕付2读，直接3读表决的大概就是这一届。以前像我上一届来到立法院。我几乎没有听过有什么案子可以逕付2读，但是这1年多来，动不动都是逕付2读、逕付2读、逕付2读，那个速度非常的快。有时候我们一部法要讨论好久，可是怎么那么好？好多人的法都可以动不动就逕付2读，然后也不需要讨论。那你将心比心，如果今天我们是行政院，那作何感想？很多事我不是不想做，你等我嘛，我们可以讨论嘛，我规划嘛。我预算来编嘛，但是你偏偏你就是要去挑战那条红线，预算法
财政纪律法，然后搞得我们大家彼此见面都很尴尬，然后一定要剑拔弩张，所以这个其实是蛮辛苦。那回应到我们讲的，你看今年我们编的总预算为什么会比过去多？因为每一次的执政啊，就像我们以前从来没有文件站，可是现在的文件站，我们原住民文件站全国1年要编13亿多，就是过去很多没有。你给大家解释，什么叫做文件站？哦，文件站在我们的平地叫做关怀据点，阿底湾原住民叫做文化健康站，就是希望呢55岁的老人家，他可以在那个地方从早上量血压、做运动，对啊，然后去做一些传统文化技艺的传习，上一些新知识的课，然后吃饭回家这样子。好，那这个是很好的政策，蔡英文上来编了很多的钱哈。那像每一年我们都有新的，过去没有的，现在要有的。那因此这次的总预算虽然多，就是已经有很多的科目是必须要做，可是你13的时候，就像我们就要开始去讨论。像我所知道的是，讨论出几百项，就是每个部会非常的细，很多的细项，就是要去讨论说到底怎么办。因为最早的时候是说统一每个部会打几折。后来大家说不行啊，国防那么重要，你那个折不能打下去啊。所以现在我看到他们最新的版本，因为要赶快公布，要不然地方也不知道怎么做，所以是每一个部会去讨论你的优先顺序的排列。好，那像这种一般性的，本来要给地方政府的这种一般的补助款，它就会有一种叫做定额补助嘛，就是分教育类啊、社福类啊、地方建设类。那对你来讲，你会觉得哪一种要下放给地方，哪一种要抓在中央？他当然会觉得像教育这种可能要下放嘛，到地方政府嘛，所以在这个当中才会出现那个什么电费谁来付的问题。所以这个事情是每一件事情都要做，只是对啊，不完。所以今年的主计总处，我看他们很可怜，就是真的是史上最辛苦的一年。那你说追加预算你一砍之后，他又要重新计算，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合理的怀疑，就是来乱的吧，就是要让你整个很痛苦。那我真的觉得这个对国家不好。可能拢新增的立法委员唔知其实本党立委也会很辛苦啊，因为我们也会觉得说，行政院你很多的事情你应该跟本党委员讨论，我们可以提供民意给你嘛。但是因为时间都很紧迫。我感觉哦，吴委员哦，伊讲的哦是一部分伊看到的，伊讲伊拢足紧的。我感觉，我感觉，因为我自过去顶一届我就伫党团，这一届我虽然无伫党团，不过我感觉上大的差别就是顶一届阮人数无够，这一届人数够啊，所以做啥物拢有法度做会到，这个是甲顶一届无共款的差别，所以不过这一届的行政院无因为安尼有做任何的调整嘛，伊嘛是用顶一届的方式来做。顶一届的方式是什么方式？就是爱听立法院党团的，可能是伊可能嘛唔知影嘛，伊嘛唔知影讲党团甲行政院有讲啥。委员你已经讲到讲中调有当时甲行政院的想法甲挡调。那今仔日我是用拼图的方式啦，有民进党各个委员讲是中调集团性质。我感觉是党团甲党团之间，搁有因执政党的党团甲因行政院，到底是安怎讲的？是咪会造成着即马咱立法院会安尼就是？会产生安尼的问题。刚刚听正音安尼啊，是好，安尼，所以是，所以袂使怪讲哦，那像讲，即马拢是啥物拢唔对，我感觉嘛唔是安尼，唔是像有委员安尼讲的，唔是啥物拢唔对。无啦，至少你爱讲嘛，检讨嘛，咁嘛有自我检讨啦吼。即我唔是讲一人拍50个，唔是这个意思哦吼。我是想讲，伊过去的往事莫搁提起，但是刷来如何要来处理，这就是我头问主任讲，是给你2.0，你无后你门都拍开啊。
早就门都拍开啊，你就不爱来啊！你嘛退让较真迄落。但是我看，当时我看这个直播吼，哦，主席嘛是安尼气甲。其实讲实在话啦吼，对我来讲的看的是讲，甲我咱的有委员有讲着讲啊，咱即摆步调伤紧啦，吼，物件伤济安尼。毋过讲我安尼看，我一个为民间过来的人来看，因为我之前嘛毋是立法委员嘛吼。不管是甲我讲的财法法，不管是咱讲过一寡吹哨者保护法，搁有警消入治安法，其实这在野党工作一年啊，民进党伫在野的时阵工作一年啊啦。对，我知影有一寡细节，也是法律的物件，是一个讨论。就像我甲我讲的，咱伫调啊学生的直播看到的，咱执政党的党团，佫无要甲你一条讨论啊。伊的讨论拢是为盘古开天开始讲啊，袂使安尼，袂使安怎，毋是为细节来讲。今仔日毋是讲民众党甲国民党无爱互你讨论法案的细节，毋是，是你无爱讲。你叫你迈过，好，我即摆咧讲的是讲，甲我主持人问讲，咱即摆要哪互这调野学生会使搁较好诶？其实我讲一句话，执政党的行政团队，即摆因为大败变失败的关系，啊，人民无信任的关系，开始慢慢咧改造啊嘛，啊，慢慢咧改造，对阮的立场来讲，其实阮嘛袂想讲啊，你一个人起来，我搁甲你讲，这个人袂使袂好，总是爱互你做看卖。对阮瓜主席之前有讲过，一个人拄啊起来的时阵，你袂使甲想讲啊，这人就是无好，这人就是袂歹，这人就是袂使，毋是你爱互伊机会。不过即马是咱执政党出来的人选到底是好还是毋好？这项代志就是爱大家爱有智慧，啊，互时间去做的时阵来看，看这个时间到底伊有法度提出更较好的事，互大家更较目睭哦，金仔看袂歹哦，这个袂歹哦。听起来是嫌疑满满吼，来，郝弟，你大家要补充一下。哦，是因为刚才有提到，例如什么财化法退抚基金嘛，哈。我举一个例子，我其实要表达的是说，像我有参与，因为他们有铨叙部有去做精算，就是如果我们不去处理协助公务人员跟教师的退抚基金的话，它会在112年的7月就会用完。所以呢，那时候有启动修法，那我自己也有参与。所以呢，后来这个公教人员跟老师的退抚条例啊，我们有修法，所以在112年呢，总统就公布就开始上路。它里面提到说，因为最主要政府是公务人员跟教师的雇主，所以政府你有义务要去处理这个拨补。所以呢，法条里面明定说，就是要依照这个基金的精算，就是没这样破散的。对，精算啊，你要定期拨补嘛。结果呢，真的，我讲一句，我很难过，因为全教总嘛，我来捶挖啊，我把铨叙部弄吵来。我看到铨叙部他提上去给行政院的，其实是10年拨补；教育部提上去的也是10年拨补，但是最后呢，送出去的是20年拨补。那其实，当然站在政府的立场会觉得说，一定以后会处理，好，不用担心。可是公务人员跟教师他会担心吗？因为你没有提早去补这个洞，连100-200亿一年你都不拨补，那未来变成2000多亿的时候，你政府更不可能，所以他会恐慌嘛。可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财化法，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依照里面我们期待的10年拨补。所以这一次送出去就20年拨补，那全教总也有体谅了，但是他们希望说你们要承诺116年度的一定要这样子，一定要10年拨补，所以我才会去提到说，真的这一次的这一些预算，说实在，真的就是这样子大刀一划，让整个政府的很多的计划真的是没有办法如预期上路。那这个是我刚刚要提到这件事。这个委员你他所讲的，一般的民众可能也捌听过啦，啊，可能也无啥兴趣啦，啊，嘛无当理解讲。对。啊，这10年半补啊，甲20年半补是啥物地带？吼。是。就是联动啊，我这个钱拢补互地方啊，我手头落底堆房子啊，我无法度10年半补啊，我咧听好安尼。经到20年才会补啊，是这种代志。但是，陈老师，
我看到的是，即卖即个中央新增的4165亿的支出，互地方，迄事权拢爱拨互地方去哦。这地方敢做好准备啊？不，因为这样你地方财政划分法吼，你已经将差不多1/3的中央的预算拨下地方啊嘛。啊，当然你地方你也加做代志啊。这钱拢是纳税人大家出的钱嘛。啊，你这样立法院你这样，既然你从这钱拨1/3下地方，啊地方你也加做代志，我刚刚这嘛真正常嘛。好，对于讲你像讲你拄仔讲徐巧芯伊讲什么国小国中的迄什么电费，国小国中高中教育，迄教育迄拢是私立国中国小高中，唔是讲像大学迄是国立的，有公立的安尼教育比如中央要负责，要么你地方你私立高中国中国小啊，你基本上当然是私立，但是我会问这题吼，这题是安尼，就是讲因为。你代志要有人做，对啊。我所知的啦，免讲啥，其他讲即摆台南救灾啦，迄干那即个水利局，吼，要来叫人来巡产水，要来巡大排，吼，要来讨即个移动式的即个排抽水机，啊，就无人啊。啊，到即马对地方政府来，其实这拢一个条件哦。这我小弟来请教会来。不，因为台南嘉义这边是拄到足大的一个风灾水灾啦，吼，因为23年第一遍有台风为嘉义登陆嘛，13、14级的风，这是23年以来上大的一个风灾水灾啦，吼，所以唔是讲叫无人，而是讲人无够，吼，唔是讲叫无人。我相信我比这个是意思是讲，其实地方政府有做好准备无？但钱才济着，啊，到时阵你找无人。不，就像我拄仔讲的，因为这是23年来上大的一个风灾水灾，我相信迄阵也无讲预期到有这样大的风灾水灾啦。哦，啊，这任何一个拄到这种天灾，你当然有可能讲你无法度讲完全。我想贾委员先回应。不过你讲的这个是讲，这个咱嘛有。比照就是莫拉克台风的那个特别条例啊，所以这个风台较大着，啊，毋过咱嘛是有特别医生，毋是用不只是地方的医生，啊，阁有中央的特别医生，啊，这个部分我相信个会使合作地方，伫这个风台较大的时阵，那有啥物损失，啊，大家会使共同来做。我头记迄个例，毋是记风灾的例啦，我是记讲，你真侪地方营办事项，其实你还佫人马佫无充足哦，吼，免讲啥社会福利啦，哦，敢若社会福利，你就真正的，你要找着人吼，真正无遐简单，尤其屏东。是呀，所以我刚刚才会提到说，因为我们要把哪一些事权跟钱分出去哈。这个就是要去想，像刚刚教授就有提到嘛，一般性假设像教育的、社福的、基本设施的，那个优先序位要怎么排？那因为国小国中都是属于县市立的嘛，那当然会想说啊，干脆那这个事权就移出去，好，让他们用分配到的那些钱来去处理啦。就是中央大概只能够用这样的方法去想这些事。那但是话说回来，就是以我们这次的风灾来讲哈，因为我早上，我其实今天也有特别针对这个部分，我要谈的是我们原住民的部分哈。其实那个时候在质询的时候，我就不断的已经提醒过非常多次，您要知道哈，原住民2.5%的人口，在许多的县市也许只占0.1%，好，那个就是已经非常少了。所以，我们过去都是大量的仰赖中央补助。你去问各个乡，它的中央补助都高达5成、6成以上，6都的更高达9成，就是完全要仰赖中央补助。所以，过去地方政府绝对不会想要多分钱到原乡，人那么少，所以呢，我们都会被要求说去跟中央要，所以我们立委很累。因为我们就是要跟中央要钱，所以我们每天都在服务这些原乡，他们就是要跟中央要钱。可是现在重点来了，以前地方的爸爸妈妈不爱我
我还有中央的爷爷奶奶可以跟他要钱。可是呢，这么一划之后，中央的爷爷奶奶会跟我讲说，我的钱都给你爸爸妈妈了，啊，我爸爸妈妈依然不爱我啊，那我就真的很可怜啦。所以回到这个灾害重建条例，我今天也告诉卓院长，我说院长你要知道，16年前的莫拉克灾后重建条例，至今还有很多都没有处理完。当年是1200亿，如果用这个我们所谓的物价指数转换，大概现在是1800亿，现在的600亿是1/3耶。而且我说，第一，我们排不到所谓的灾害预备金，我们也排不到所谓的中央部会各个年度预算，因为我们永远都是算弱势，我们更等不到灾害重建条例。历史上只有2个灾害重建条例，莫拉克跟这次丹纳斯。可是我很不好意思的跟院长说，为什么？当年莫拉克重建条例的时候，是1个礼拜所有的媒体都在关注林边的淹大水，后来才知道原来山上这么惨烈。同样，这次丹纳斯是因为嘉南地区，后来才发现原来山上连日豪雨也这么惨烈，才会有特别重建条例。但是我跟院长说，你知不知道这16年来年年有台风，山上年年有灾损，又等不到年度预算，也用不到灾害预备金，所以这样的600亿，我们到底原乡能够分到多少？那我觉得其实原乡其实是真的是最边缘的边缘。所以委员你认为这财政划分法里面应该要注重这上起码的这个脆弱的招数。是。我想要补充一个歹势，就是讲，甲我委员有讲到讲是阿公阿嬷吼会分钱，啊爸爸妈妈无听。我即马要讲一个重点是财政划分法，伊的重点是地方自治。因为进前就是因为钱拢伫中央，所以甲我讲的地方，伊的人数，伊的人无去训练，无去遮局处，无去遮编列。问题是地方自治本来就是咱的精神，所以这件事情袂使讲啊，因为以前拢安尼，所以即马袂走。我只是想要讲这样代志尔，啊，不过感觉委员讲的是对啦。原乡的这个弱势，本来咱个爱去注重安尼。我要特别补充哦，其实现在中央的爷爷奶奶并没有对我们不好。我刚刚有讲，一般县市的原住民乡啊，大概会到5成6成都是中央补助啊。但是我们很担心，回归到地方之后，到底地方我们能够仰赖多少啊？中央还能够给我们多少？这个要持续的观察。来，贾委员，中华关在我所在应该是无原住民的乡镇嘛。哦，但是嘛是有少数的原住民。那不管是原住民的也好，还是讲社会弱势团体，乃至到讲什么阶层，这个财政划分法当中，一定会变作讲咱地方爱自主，爱分钱，爱学习讲，就头仔陈主任所讲，爱学习要安怎开钱，啊开有对，开甲有道理，开甲有感觉，这。你感觉地方政府敢有这个能力甲过去的这个经验，通好来头一年就安尼做下去？我感觉应该是有大部分的拢是地方政府一定有在做啊，嘛是甲中央同款在做啊。大部分过去以来是爱尊重，可能讲中央政府伊安那你要爱讨钱嘛？啊，你个爱按照中央政府讲的做倒某物位啊。毋过未来可能是家己爱决定讲做倒一位，安尼的差别啊。当然啊，阁有的是补助的部分，就是中央会补助地方的部分啊。当然会惊讲这若补助少去，对着财政较无好的县市来讲，是物个较无法度个做比以早较济安尼，我感觉可能伫地方政府伊有安尼感觉啦。是，来邓老师，这财政划分法，这要如何使好呢？这地方自治当然，这是宪法的规定啦，哈。因为地方自治唔是讲你财政划分法以前拢无合地方钱。地方嘛是有一定的比例，可能5%、10%。然后你这边加1/3%，30%，
加20%，啊，你加20%钱，当然加做代志嘛。好，啊，现在一个问题是讲，咱台湾不是讲偌大的一个所在啦。好，你这边强调地方自治，我嘛尊重。好，因为你在依照这样的宪法，除非你修改这个宪法，啊，不然台湾基本上你是中央体制。好，啊，你中央面对讲咱台湾不是讲偌大一个所在，你当然是。中央，你知道他讲统筹规划，那对咱台湾整体要按照做什么代志，做什么建设，啊，不是讲你从钱啊，每一个所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地方当然嘛，咋想你家己地方的代志嘛。啊，你安尼，你让台湾就比讲无法度讲有一个整体规划的。在哪里？监督其实当然咱大家爱协调啦，吼，当然爱协调啦，吼，咱我哋协调当然。我是刚刚听过一条讲是即他讲。